日本的新任首相伊西巴西介鲁要推动亚洲版的北约组织，不过日本的新任外交部长伊瓦亚达克西昨就表示，要伫亚洲建立共同盛大防卫义务的组织，伫短时间内是真困难，会做中期甲长期的计划。另外，德国军舰昨伫新加坡的海军基地挖港，针对德国的军舰9月捌经过台海。德国海军就表示，迄当时中共军舰拢有对调调。为何印太地区局势稳定，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是真一摆讲到成立亚洲北约，引起国际关注。不过，互印度泼冷水，讲无想要和别国来结盟。日本新任外长严乌嘅初日讲，印太地区的各方状况和欧洲无同，要伫亚洲建立承担共同防御义务的组织，短时間是真困難。亚洲北約唔是短期計劃。そのことによってですね、抑止力というのを高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今お尋ねのあったアジア版 NATO について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はもちろん将来のこの一つのアイデアとしては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時間をかけて中長期的にですね、検討すべき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严乌嘅嘛相信讲，日本面对战后以来上严峻的环境，要和北韩中国深化合作。严乌嘅强调讲，日中关系是全面战略互惠的关系，希望会当较紧来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另外，石破茂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双方重申强化美日的各项合作。我们反而要看的就是美日两边的一个合作性会是如何，或者是说美国是不是有下什么指导棋给这个日本？那日本新首相他当然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任之后，或者是这个当选之后，他一定要跟美国有一些接触，去了解美国希望他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石破茂关心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的海巡军舰7月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开始联合训练。即摆日本新政府上路，台日敢有进一步各方合作的机会？学者分析，嘛是爱看美国的印太战略部署。另外，德国军舰巴丁夫廷堡号巡防舰，顶个月13经过台海了后，初日是停泊伫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受到热烈欢迎。指挥官讲到，德舰通过台海的时阵，中国军舰是一直对，搁真侪摆用广播来警告。They stated they have let us know that we are not welcome, but we actually exercised our rights to operate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we exercised our right for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So obviously they were there, they shadowed us, but they didn't really infringe with the operation. 舒尔茨讲，中国表明南海、东海拢是因的领海，不过德舰用行动宣示航行国际海峡的权利。学者分析，中国军舰一直共对的做法，目的是要向国际来展现因伫台海这海峡受制海权的。记者综合报道。